大家好，阮是台湾社员会。阮对3月开始发起，甲台湾大的台语牌仔送到各地幼稚园的群众募款计划，延长到5月初2拜一结束。请大家继续斗阵烧酒来支持。台湾大的台语牌仔拢总有68张，每一副牌仔拢有7个音节。咱这副牌仔的台语拢是予专家监修过。会使学着正确的教育部台语罗马拼音甲汉字，会当予囡仔原来耍、原来欢喜学台语罗马字。譬如讲，6子1至7撇啦，就是有入声 T 的一张牌，真骨力7撇啦的6子真趣味吼。阁有羊仔看影片唱歌，就是全部拢用拼音斗韵母的一句。是最有台语特色的一张牌。这个台语牌仔的盒仔设计做黄色，声音档案会使扫盒仔内底 QR code 随机放送，也是伫官网免费download，随时会使使用正确的发音来念牌仔。台语牌仔的色水设计了真活泼，会予囡仔真期待哦。所使用的是真用的纸质，耍久嘛袂凹歹去。目前第一阶段伫大家的支持之下，已经完成目标，感谢大家。不过第2阶段的募款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，剩1礼拜的时间，到5月初2拜一为止，还阁需要9万外的资金。为着甲台湾大的台语牌仔送到全台湾6400间的幼稚园，需要恁的支持甲帮赞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真多谢，努力！